来，乡亲们，有些空过后转到来节目当中咯，今日咧好悉生产线来小解本海界是油葱咯吼，讲到咧油葱还记得啦吼，了解拖咧头摆啊吼，讲到咩是看过有人啊吼，拿来切汁哦或者讲切一皮下来，是拿去洗头拿毛，听讲啊拿来洗头拿毛，佢嘅即係講老輩人講安尼皮膚，所以個頭拿毛來講，佢會較好啲嘅，做啲保養頭拿毛，是會較烏。講烏金安樣添，你睇就我來問劉太姐咧嗬，從安樣嘅一張，你講老輩人啊，記到是安樣用嘅嗬，即係講一度安樣經用下來，聽出係記到嘅大概老經驗，從佢安樣嘅一張，你講經驗來講，當然是按切接起，你講新鮮嘅。好，來用就做的，不過你下目背咪要當到安樣相關嘅產品講做啲洗頭拿毛，從安樣起哦，用法來講啊，可能後生人下唔定做啲老大家講下，用辦用。肥姐，一啲話要讀講到啊，錯，一啲油葱底部啊，有啲旺旺嘅嘅按到大黃樹，啲大黃樹呢，係拿來食，佢嘅按到植物瀉藥，所以講。有的人哋講，因為油葱係食腸道啊，會奧利都。錯，有啲人記得是奧利都，你講平時來講做莫食腸道啦，哈。所以講聽話有講啊，一日啊就食了30克，就做得咧，哈。還係講食少少食了大果汁嘛，就唔會過量啦，哈。但是咧大黃樹呢，佢係用到外用，外用就係佢接觸皮膚呢，日頭一曬佢就變污嘅。所以講卡咗阿婆嘅時間啊，佢就會拿油葱啊，來洗頭那麼，洗好呢，該椰嘅嚇，來高頭那麼，還四比冷，錯，佢頭那麼係咪當金啊？係啊，所以講佢頭那麼啊，就唔會拍，唔會變拍，唔會變拍。還有行呢就係，因為油葱底部呢，佢有一個這個氨基酸，嘅氨基酸呢，佢就會讓細胞，讓那個蘆葦細胞啊，老化的細胞啊，不給。做啲了解，講到推車體系啦，你講加速機嘅了推車，所以講，那毛囊哈，就讓它代謝得很好。所以佢嘅了解，頭拿毛來講啊，是會好抗甜的哦，但唔係講應講嘅了解，上班下後用到唔好嘅東西，係見到毛已經講到你一下已經最強係嘛，已經講到你嘅功能啊，所以已經講到你係咪係一張講到較好用嘅一張方法嚟哦。佢用途當多，佢做得清潔，嚇，所以講也有人哋講啊，因為油葱做得做清潔劑，你啱老輩從伊咪用埋做清潔劑，錯，就係講佢底部嘅元素啊，聽我講，佢底部嘅元素有75種以上，有當多。做啲外用，做啲內用。外用啊，做啲消炎，消炎。你講到咧嗬，你一下熱天時節大家講曬熱頭咪嗬，曬到用風哦嗬。有時節大家用雜熱皮下來就切切差，唔講你頭先提到嘅講都會污嗬，呢擺都有張元素會污，咁樣我注意嘛嘅咯。所以講，人油葱嗬，要加工就係樣先，佢係加得一定要經過加工。長做得表現嘅價值，嗬。但像一片油葱，你又看我講，啊，嗰啲一斤得9,000呢，嗬。所以講，但是佢係加工出來呢，佢係經過嘅按照乜嘅這個分離啊，嗬，你加工嘅方法當多，要你維護嘅你部分呢，要去分離脫，撈佢嚇分離脫，啊留下來呢做得美白，錯。所以講大家唔知啊，油葱啊，其實啊，佢像送免營養嘅，佢做得本拍，又做得本污，嚇，所以一定要好好來用，嚇，千萬啊，你向前啊，唔好拿來出隻啦生嘅啊，就拿來出隻膏啊，係，啊膏呢，你係冇處理好有了解消炎嘅作用，有消炎，係講見唔見你膏所過後，唔好過出去曬熱頭。也盡量啦，盡量啦，嗬。係講你曉得飼咧，飼了凍旺嗬，也倒落去飼了凍旺，因為因為大黃樹啲了會皮要肉嘅凍旺，嚇。但是因曉得飼，
系冇小心吃到下面嘅皮膚要生長迄個半樣嘅咧，你也會燒咧。哦，你啊本來好想講按每拍上，按呢講拍牆做得好強調嘅結果啊，吼，結果上半樣。用錯用呢講到上了個霧半強，按樣是冇好看嘅，好。你也是講到，所以你啊，當然就係會經過了加工過，然後分離體以後呢，你啊做啲消炎嘅部分，做啲美白嘅部分，哈，你啊市面上就當到按到這個蘆薈冰晶，哈，按到蘆薈冰晶，你啊用呢方面呢，你可以見面可以春日曬日頭啊，之前做啲先擦，係啊，就曬日頭之前就做啲擦咧，你之前擦咧，你皮膚呢？對日頭就有抗曬的能力。不過你有一點哦，吼，是係佢愛加工過後會這樣做得咯。係愛加工過，冇加工過嘅，你是長做得講了解曬日頭過後就可以用，做唔得之前用嚇。加工過後你就之前用做得。所以我聽我講嘅就係講，你愛經過加工過，啊做成了一罐一罐嘅，加按到蘆薈冰晶，啊你做得出門前先擦，嚇啊。正啊，來因個皮膚吼，對日頭係日頭曬咧，佢就含會舒爽。好，你講到含日頭，因為你含日頭凍辣，吼曬過以後咧，因個皮膚冇可能講，我今日擦個蘆薈冰晶，我就唔會舒爽。係冇可能啦，但是你今日做咧冇要緊，係風風咧嚇，啊洗身洗過以後夾夾，啊你啊記因個蘆薈冰晶做得變相，係不佢變亮亮，夾夾嚟擦一遍。哦，該不去降溫，哦，係，因個油蔥嘅效果就係既有鎮定，還個要幫助美白，好啊消炎會更好。你講到呢個消炎會更好吼，可能當到朋友是講到做得消炎，一個消炎我就經常講，喺消炎順來也係用到呢，比如講要上口，你啊，你講落背順口要按樣風嘅啦，吼，你講發風吼，也是係按樣嘅則情形，你也是係直接落去高上其實做得咧，係冇唔錯，因為因個油蔥底部呢，佢有一個很特別的安特拉龜龍體，好，佢專門對了皮膚嘅消炎，韓國呢，佢會縮，因個個傷口呢，它會跟你修護，好，會修護就係本來你動態嘅這個面積啊，佢就慢慢要縮細。韓國消炎修復嘅功能，嚇啊幫助啊當腳就幫佢好起來。安樣先吼，好講到呢個，依個功能當然是係呢個，一個啊有呢個上口嘅時節，你好似咪要做得哦安樣來用，嗰三下來哦，你做得那個分享下看，有其他嘅，講到呢個講到發染嘅，呢一隻清潔啊，和其他人做得用嘅，其他嘅一隻清潔來講。像我做阿婆咧哦，我做阿婆咧，可以啦，我有生嘅孫啦，嗬，我孫咧會細細嘅叫尿布疹，好尿布疹就叫爆尿布啊、爆糖球啊，濕黏嗬，我咪用我嘅蘆薈冰晶要去擦，係，好，我先叫唔相信咯，我先叫唔相信，我就按布頭洗身時候要去擦咧，嗬，天熱打開咧，喲，佢風嘅摸咧。天然嘅反正呢是一個效果都見嚟啦，吼，你轉去上去所以因為油蔥底部佢有一個木質素，係叫木質素。木質素呢，佢除了因個皮膚表面以外，佢做得滲透進去因個皮膚嘅滲透3層。哦，有3層哦，有到皮下組織係你表面嘅表層片哦。你一個講到，你也係講到，佢係皮下組織做得有3層吼，應該蝕下去啦吼。係蝕下去，係真件事冇簡單哦。我想啊吼，應講你一個種了油蔥哦，你睇真你種有幾久時間咧啊？我種有10個年啊，12年以上咧。10個年嘅時間，應講長來講吼，咪冇當長啦，一講短咪冇算短咧吼。你按樣一隻度你個開始種到你下來講，一上貴隻嘅一隻果廠來講哦，應該是冇你下已講到安輕鬆啦吼，做得老大家分享下，都開始到你下吼，其實好辛苦嘅面，本大家啲下。種油蔥吼，看起來當簡單，係。實際上吼，佢真正當困難，因為上半夜貴頭，哦，半夜半夜肉會噴，吼，也要會醬，吼。除了愛
用俩紫草席，吼，俺摸不去上醋，吼，俺笋头就炸提去，摸不去上醋。但是俺的落皮呢，哦一挑一挑，苦嫩，安尼苦嫩得个落。所以俺种起来呢，两个切头呢，就苦到无呛了。是苦嫩的哈，苦到两个，俺讲天选安尼一头一头，也当感谢俺的老公吼，不用爱田树，两三公坡乡下田树哈，嘿，啊，仲好呢，你也讲有种的价值就会加工，嘿，你加工有一个问题哦，你家因讲到吼，有当到嘅两个困难，我落去解决的。因为因底下会做的个数量啊，还冇当到。外国处理了幼虫呢，都是用机器，伊就全部用机器处理。哈，你啊削皮啦、饲肉啦，做先用机器。但是因台湾因为量冇按多，底下呢做先用手工，全还系手工。手工来削皮，手工来饲肉，还来个煮过，煮过以后呢，又还来个啊，你啊一包一包呢。要真空包装来送工厂，哈，因呢所有嘅产品呢，做亲系委托了 GMP 有认证过嘅工厂来要按生产，哈，安尼就会安全啦，哈，因呢乡亲啊，设起来啊，就唔会讲啊有了。冇安全的情形啦，吼！也真紧哦，你讲到吼，了解安全係絕對重要啦。還有當到做得那個大家來分享，個時間是到了位咧，吼，了解一個安心去有安營養嘅綠色食物啦，吼，唔啲鄉親朋友有認識到嘅咧冇，吼，好啦，我想叫每當師母劉太姐來到呢現場，師母啊，要大家記煙，好啦，陣時啊到了位咯，我來聊下家下閒係橋陽，提倡大家聽到呢認同先生橋下來好好認同，師母大家。